受到凯比风台影响，这鸭卵产量减少，鸭卵对本地一斤48起到1斤50块啊。即马中秋也伫要到，真侪饼店开始接真侪订单。不过，这业者表示讲，这卵磷素的原料起真侪，亲像这鸭卵巴达米粉，拢起2成左右。作业人员无用将一粒一粒的卵磷素交伫咧后一个人的手头，实在真无用。糕仔业者表示，即摆中秋节因已经出30万粒的订单，但是因为最近原料大起，鸭卵、马达、米粉拢起2成左右，互因的成本大大增加。鸭卵加奶油都起2成哇，真的很吃不消，因为很想涨价，但是没办法，就是想说先维持，但是到底能撑多久，我们就会看后续，因为后续其他的原物料还是一直在涨。糕仔师傅甲鸡卵磷抹伫咧卵磷酥顶悬，刷落来甲卵磷酥撒入去烘炉，变成一粒香杠杠的卵磷酥，就是这粒老汤的鸭卵磷，对原本1斤48块起到50块。屏东卵商工会表示，这个鸭卵起价主要原因是因为饲料场的原料改变，鸭仔食袂惯势，加上凯比风台透风饮水，真侪鸭仔着车惊，产量才会大减。即摆这个风台都搁撒一个哦。生正袂生啦，饮水袂生啦，安尼啊。啊，就是讲，调整一个小可调整一下，就是讲要甲这个产量甲稳定起来。你若讲互伊产量一直欠回，生无，就掠出去，淘汰出去，卵就变无够。屏东卵商工会表示，台湾鸭仔数量本来就无济，共200万只，即摆拄着风台，中秋节产量大减，因才会来起价。未来若是鸭卵市场稳定，因就会甲鸭卵的价数调转来。记者陈阿选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